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为头来讲起。顶礼拜咱新闻讲到家人林开军西洋楼，本来互人讲是规台湾10大歹徛的厝排名伫内底。真侪自细汉伫咧家人大汉的在地人嘛拢知影，大家拢真好奇，煞无法度挖进入去到内底。即马市政府真无简单，和所有官员打合好势，办博览会，限时间开放，互大家会当入去内底看一个详细。是安怎这栋洋楼会有遮尔侪鬼仔故事伫咧遮？讲新闻到台语，咱时间交互记者李彩珊。欢迎收看今日老台讲新闻，我是李彩珊。今日要讲的主题是啥物呢？要讲的就是家人最有名的这个鬼仔厝，叫做是林开军洋楼。这栋洋楼已经有几60年拢无人来整理啊。这个厝主的后代子孙就甲这个家人文化局来合作，伫咧今年6月时阵要来限时开放，互民众来参观。刷落来的3张图，要来甲大家介绍这个林开军洋楼的这个历史哦。咱来看到这个第一张图，讲到咱这个林开军洋楼哦，伊是伫咧这个昭和6年。时阵是非常出名，伊是伫咧1931年的时阵起好的，到即阵已经有91年的历史啊。伊的特色哦，就是有即个巴洛克式风格起的，外口阁有即个空中花园，风景是足好的，会当看到规个即个家人港。所以咧，有人讲哦，伊是海景第一排，风景上好的厝。咱即个厝主就叫做是林开军，伊是迄当阵最有名的即个做矿业的大头家，因为最有钱的，迄当阵佫开了即个几落百万伫咧咱即个。家人恋爱区爱路上起了这栋洋楼，这栋洋楼因为起了足水的、足气派的，佮真做即个家人迄当阵最有名的地标。毋过咧，咱即个厝主因为伤过无用啊，所以本人无住伫内底，是租互一个最有名的画家来住。第二张图要来讲的就是哦。咱即个画家哦，伊是住了3年了，住满了哦，伊家己嘛买厝，所以嘛无继续住伫这洋楼内底。所以咧，即个利润了，即个洋楼用途嘛无共款。虽然讲哦，嘛是共款来租互别人，毋过毋是租互别人来住，是租互即个头家来经营即个商店。捌经营过即个百来品店，还佫有即个米奇酒吧。讲到咱即个米奇酒吧哦，伊实在是足有名的，因为迄当阵哦，即个美国阿兵哥上爱来这边啉烧酒、放轻松啦。即栋洋楼哦，1966年的时阵，佫捌出现伫咧美国电影即个圣保罗炮厅内底。2001年的时阵，也佫捌入选即个中华民国国馆区历史建筑10景，家人是10景之一。是安怎讲哦？即个遮尔有名的即个洋楼哦，上尾来变做是鬼仔厝咧，迄就是因为哦，伊的即个产权真复杂，后代即个子孙哦无即个使用的共识，所以就一直甲伊囥伫个边啊，10几年拢无人来处理，无人来管理，所以咧会当看到即个洋楼哦，规栋暗蒙蒙啦，窗门哦拢破去。草也是发甲四界拢是啊，所以即个民众经过时阵，拢感觉足恐怖的，就亲像是鬼仔楼共款、鬼仔厝共款啦。所以咧，佮家票选诚做即个全台10大的即个鬼仔厝。讲到即个鬼仔厝，一定爱讲的就是伊的鬼故事啦。第3张图要来讲的就是即个足有名的鬼故事，就叫做是咱即个九乳娜娜。咱即个娜娜哦，是伫咧民国50年的时阵，伫咧咱即个米奇酒吧来上班。伊伫咧上班时阵哦，爱到一个美国的阿兵哥，无说伊来有心啦，毋过煞上尾去互人放杀，所以咧伊足毋甘愿的，为着要报仇，就趁着即个阿兵哥来到即个酒吧啉烧酒的时阵，对着伊即个破汽油点火啦，造成哦。10外的即个酒客，还佫有酒女不幸来死亡，咱即个娜娜，还佫有即个美国阿兵哥，嘛是不幸去来火来烧死。毋过有即个历史，还佫有文化的即个工作者，就出面来驳回讲哦，其实这拢是假的啦。因为哦，较早有家友哦，伫咧即个建筑内底点即个蜡烛。民众为外口看，就感觉讲哦，啥这建筑内底哦，拢是即个乌影，拢是人影啦，好亲像是内底有咧即个魔神仔伫的啦。即马即个林开军的即个后代子孙，就甲咱即个家人文化局来合作，要来开放即个1楼，爱提供民众来参观。若是观众朋友对即个有兴趣，伫咧即个今年6月10号到19号的时阵，会当到咱即个家人城市博览会来参观。以上就是咱今日的讲新闻，咱先甲即个镜头下互主播。